大家好，歡迎嚟到基督不一樣生命教會喺2026年4月3日受苦節嘅分享。今日分享嘅題目係牛膝草十字架。喺開始之先，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真係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哋，教訓我哋，讓我哋喺每年嘅受苦節，我哋都唔好，只係咧好求其、好表面化，同埋好例行公事咁樣話紀念你嘅受苦，讓我哋能夠真真正正嘅去靜落嚟，係用心去思考同埋體會你喺十字架上邊為我哋所承受嘅一切嘅痛苦，讓我哋能夠作出衷心嘅回應，讓我哋能夠思考我哋所犯嘅罪，讓我哋能夠明白釘你喺十字架上邊嘅唔係個3根釘，而係我哋每一個人嘅罪。求你幫助我哋去認罪悔改，讓你嘅寶血能夠完完全全塗抹同埋覆蓋我哋，好讓父神能夠唔睇我哋嘅罪，能夠與我哋再次親近，再次建立父子父女嘅關係。求主耶穌，你特別喺今日，你親自嚟到我哋當中，帶領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好，喺開始正式分享之前呢，我哋教會嘅 AI 團隊咧又作咗一首詩歌，依家分享俾大家，請大家欣賞。細小一枝牛膝草，看似微不足道，昔日如月是之夜，以血塗抹作記號。羔羊之血流淌，牛膝草將之帶到。今日十字架之上，同樣舊人臨到我。牛膝草舉起血便臨到，十字架高舉恩典充滿。主啊，用你寶血潔淨我心，塗抹我生命是我新生。牛膝草雖微小，你愛可大，十字架雖苦痛恩典厚重。主啊，我回應今日宣告，願你寶血塗我，直到永遠。詩篇中大衛呼求，求用牛膝草潔淨，罪雖如朱紅深重，你血一洗復清淨。非竟遮蓋我罪過，那要徹底潔淨我。耶穌在十架之上，口渴牛膝草遞上。牛膝草舉起血便臨到，十字架高舉恩典充滿。主啊，用你寶血潔淨我心，塗抹我生命是我新生。牛膝草雖微小，你愛好大，十字架雖苦痛恩典厚重。主啊，我回應今日宣告，願你寶血塗我，直到永遠。並非人人皆得救，唯有門上有血跡。今日我作抉擇，讓你寶血塗我們面。不再依靠自己，全然依靠你。牛膝草雖微小，你愛厚大，十字架雖苦痛恩典厚重。主啊，我回應今日宣告，願你寶血塗我，直到永遠，直到永遠，直到永遠。牛膝草十字架，恩典臨到我。
喺約翰福音19章29節有一個細節咧，未必好多人留意到嘅。約翰咁樣記載，喺耶穌基督釘十字架釘咗一段時間之後，佢話我渴了。咁啊，跟住個經文就咁寫啦，有一個器皿盛滿了醋，放在那裏，他們就拿海湧沾滿了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喺其他3本福音書咧都有記載，士兵攞啲醋俾耶穌飲喎。但係咧喺馬太同埋馬可咧就話佢哋用葦子，即係一啲好長嘅樹枝。路加咧就冇講用咩工具，只有咧係阿約翰好具體、好仔細咁話咧係用牛膝草。呢個喺十字架現場呢一個細節，而約翰咁具體咁講俾我哋聽咧，其實佢一定有佢嘅原因，同埋一定有佢嘅意思喺背後嘅。因為我哋都相信咧，聖經嘅正典係唔係隨便咧係被接納，所以裏邊所寫嘅每一樣嘢咧，都係真真正正咧係神所默示嘅，所以一定有佢嘅理由。所以今日我哋就去了解下咧，究竟牛膝草咧係乜嘢一回事啦。嗱，呢個就牛膝草咧，係當佢仲係一棵植物嘅時候個樣，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咧？咁喺聖經時代，牛膝草用嚟做咩嘅咧？主要咧就係用嚟潔淨同埋拯救。例如咧，啲麻風病人啦，當佢好返嘅時候咧，就會用牛膝草用水咧去潔淨佢嘅。喺出埃及記12章咧，係當耶和華上帝吩咐摩西安排呢個逾越節晚餐嘅時候，就好仔細講咧喺嗰一晚，所有以色列人咧都會一齊喺屋企食一個晚餐，咁咧就會劏一隻羊，然後你用呢啲羊嘅血咧，就用牛膝草咧就搽喺個門框上。咁結果喺嗰晚咧嗰啲上帝派嚟嗰啲殺戮天使，佢哋嚟咧就要殺晒所有埃及嘅長子頭生長子包括埋啲畜生添嘅咁。但係呢啲天使如果見到喺任何嘅家庭、任何嘅屋嘅門框上咧係有呢個血嘅話咧，佢哋就會逾越係過主我哋講得就係口語化啲，就唔會咧將呢個殺戮咧臨到嗰一個家庭嘅長子嘅。咁呢一個習俗咧，後來就成為咗以色列人嘅每一年都要守逾越節嘅習俗。咁佢哋有關嘅經文咧，就喺埃及記12章22節，咁就係話咧，攞牛膝草沾血塗在門框上。個重點咧就係羔羊嘅血，被殺羔羊嘅血。而牛膝草咧就作為一個媒介喎。係一個塗抹嘅媒介，係一個記認係將啲血用牛膝草搽咗喺個門框上，作為一個記號。咁嗰一家嘅長子咧就唔會經歷到神嘅審判，就唔會被殺。喺第一個逾越節，羔羊被殺，血流出，牛膝草被用嚟塗血。當神見到血，佢就越過逾越 Passover， 死亡就唔會進入嗰個家庭。所以牛膝草就係將血帶到人身上嘅工具。約翰福音，約翰唔係淨係單單靠牛膝草咧去建立一個聯想，而係咧佢好刻意咁咧將耶穌整個受難嘅過程咧，都係放咗喺逾越節嘅背景入邊，即係佢好清楚咧話俾我哋聽，逾越節除咗係當年為以色列人帶來拯救，讓佢哋能夠離開埃及，其實咧亦都係耶穌基督十字架受苦嘅一個預表。所以一開始喺第1章29節，佢已經咁講啦。施洗約翰見到耶穌，佢就宣告：你神嘅羔羊啊！佢話耶穌就係神嘅羔羊，係除去世人罪孽嘅。
所以讀約翰福音嘅讀者咧，一開始咧就已經被教導或者提示耶穌咧就係嗰個羔羊。仲有耶穌咧特別強調啊，耶穌喺十字架斷咗氣之後咧，佢啲骨頭咧冇被打斷喎。點解咁講咧？因為喺以賽亞書裏邊咧就有預言到彌賽亞嘅骨頭咧係一根都不可折斷嘅。所以約翰喺19章36節咁講，這些事成了，即係耶穌已經斷氣啦。為要應驗經上的話說，就係以賽亞書啦。他的骨頭，他就係彌賽亞，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呢一句咧好明顯啊，亦都等人諗到咧逾越節羔羊嘅規定嘅喎。係啊，原來食逾越節嘅羔羊，你雖然殺咗佢、燒咗佢嚟食，但係咧係講明咧逾越節嘅羔羊咧係唔可以折斷佢嘅骨嘅，即係要成隻食啊。所以耶穌基督唔單止係似羔羊啊，佢就係咧真真正正嘅逾越節嗰個羔羊。咁我哋比較下出埃及記逾越節嘅鋪排，同埋十字架上邊耶穌基督救恩嘅鋪排啊。喺出埃及記裏邊啊，最主要嘅主菜逾越節晚餐嘅主菜就係羔羊。咁十字架就係我哋嘅耶穌。咁啊，羔羊所流出嚟嘅血，耶穌基督流出嚟嘅寶血啊。羔羊嘅血經用牛膝草就塗抹喺門框上。咁然後撒戮天使見到啊啲門上邊有血咧，佢就會逾越 Passover 嗰間屋，咁裏邊嘅人咧就得到拯救。咁而喺十字架上邊，耶穌基督流嘅寶血，雖然牛膝草只係咧愛嚟載一啲醋俾耶穌飲，但係約翰嘅意思係讓我哋記得逾越節嗰個故事。而我哋亦都因為耶穌基督流出嚟嘅寶血，我哋得到塗抹而得到救恩，就正正同喺出埃及記逾越節晚餐嘅安排一模一樣㗎。逾越節係羔羊嘅血救人。出埃及記12章13節，我耶和華上帝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即係話咧，佢見到血就唔會施行審判啦。約翰福音6章53節，耶穌話：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54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當然，耶穌唔係真係叫我哋食佢嘅肉啊，飲佢嘅血啊，而係咧講緊就係佢嘅血就能夠洗淨我哋嘅罪，令到我哋有返真正嘅生命，能夠我哋復活，能夠得永生。詩篇51篇第7節，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呢首詩係大衛佢犯咗奸淫之後，經先知拿單去提醒佢，佢就即刻認罪悔改而作嘅詩。呢首詩咧，我當年第一次讀嘅時候，我都好深感動，因為好體會到咧嗰個悔改嘅重要。牛膝草喺潔淨嘅禮上邊咧，喺麻風病啊嗰啲潔淨上邊咧，係作為咧灑血或者水嘅醫治嘅工具。其實詩篇51篇，大衛話俾我哋聽，其實牛膝草係代表咗認罪悔改，而大衛就因為佢就係真真正正嘅認罪悔改，所以得到神嘅赦免。神係繼續稱佢為我所喜悅的。約翰喺十字架嘅場景裏邊，特別指出牛膝草咧，係為咗指明兩件事。第一件事就係逾越節嘅安排，羔羊被殺，流嘅血用牛膝草塗抹喺門框上，人得到拯救。呢一個安排係預表十字架嘅救贖。而耶穌基督十字架嘅救贖就係耶穌
神嘅羔羊被殺，寶血流出，人呢認罪悔改，得到耶穌基督嘅寶血塗抹，然後咧可以得到真正嘅赦免同埋救贖。所以我鼓勵大家喺今個晚上，我哋咧係要去安靜咁去思考耶穌基督為我哋受嘅苦。我哋都希望大家咧能夠好好咁去反省自己所犯嘅罪，讓我哋能夠真真正正嘅去認罪悔改，讓基督嘅寶血能夠可以完全嘅塗抹我哋，讓我哋喺神嘅眼中，我哋因為有基督嘅血，我哋咧係得蒙赦免。而家落嚟咧，分享一首詩歌，尋求你的面，係復興團契吳志陽弟兄所作。阿 Simon 係我讀律師嘅師兄嚟嘅，咁呢首詩歌我亦都好中意，同埋對我都有好深嘅感動。請大家咧喺聽詩歌嘅時間，大家都能夠默默咁去默想，同埋咧請求聖靈係帶我哋去真真正正嘅去認罪悔改。神啊，求你安你的慈愛恩待，按你豐盛的憐憫塗抹過犯，求你將我們罪孽洗除淨盡，潔除我的罪。我們犯了罪為多，得罪了你，人子審判的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們的時候，顯為正直，求主赦免。你所喜愛的是愛心的誠實，並在人物之處必使我得智慧，我們獻的禱告，尋求你的面，轉離我惡行，求你從天垂聽，赦免我們的罪，醫治我們的地，我們獻的禱告，尋求你的面。神啊，求你安你的慈愛恩待，按你豐盛的憐憫塗抹過犯，求你將我們罪孽洗除淨盡，潔除我的罪。我們犯了罪為多，得罪了你，人子審判我時候，顯為公義，判斷我們的時候，顯為正直，求主赦免。你所喜愛的是內心的誠實，並在人物之處必使我得智慧，我們獻的禱告，尋求你的面，轉離我惡行，求你從天垂聽，赦免我們的罪，醫治我們的地，我們獻的禱告，尋求你的面。
你在我隱密處，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潔淨我就乾淨；求你洗滌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聽歡喜快樂的聲音，使你所壓傷的骨頭可以長養。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你所喜愛的是內心的誠實，並在人物之處必使我得智慧。我們謙卑禱告，尋求你的面，轉離我惡行，求你從天垂聽，赦免我們的罪，醫治我們的地。我們謙卑禱告，尋求你的面。你所喜愛的是內心的誠實，並在人物之處必使我得智慧。我們謙卑禱告，尋求你的面，轉離我惡行，求你從天垂聽，赦免我們的罪，醫治我們的地。我們謙卑禱告，尋求你的面。你所喜愛的是內心的誠實，並在人物之處必使我得智慧。我們謙卑禱告，尋求你的面，轉離我惡行，求你從天垂聽，赦免我們的罪，醫治我們的地。我們謙卑禱告，尋求你的面。我們謙卑禱告，尋求你的面。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再次俾你天父，多謝你，多謝你對我哋嘅愛，好多謝你差派你嘅獨生子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去為我哋眾人所犯嘅罪，去承受咁大嘅痛苦。多謝你呢份無私嘅大愛，求你幫助我哋唔好白白咁承受咗呢個恩典，而我哋冇去衷心嘅回應。求你帶領我哋每日都能夠抽時間去檢討自己，去反省自己有冇得罪神、得罪其他人嘅地方。求主除去我哋驕傲嘅部分，求主亦都除去我哋害怕認錯嘅心理。求主咁樣帶領我哋，好讓我哋能夠時刻都被耶穌基督嘅羔羊嘅寶血覆蓋。多謝上帝，多謝耶穌，多謝聖靈。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今日嘅分享結束，祝福大家。